安，欢迎收听迦南之声，我是英叶牧师。今天4月18日，当我生气你时，就来祷告吧。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记载在约伯记24章 RPG， 我们要祷告的经文记载在诗篇71篇19到21节。神啊，你的公义甚高，行过大事的。神啊，谁能像你？你是叫我们多经历重大急难的，必使我们复活，从地的深处救上来。求你使我越发长大，又转来安慰我。感觉到上帝的呼声，对人的怒气和厌烦只会给撒旦留缺口。越纯净的就越守他，就会越清楚认识神。每一污浊的思想、言行或情感都能同意恶的力量，要同意他的爱，他以永远的慈爱爱我们，随时支取他的爱。很难控制愤怒的情绪，不表示不能控制愤怒的情绪。圣灵会把他的力量和纯净放在我们里面。我们今天持续来看约伯，他如何来回应这些指控从昨天上一章约伯继续说他自己心里的想法。在这些说话当中，我们可以听到约伯他又开始忍不住向上帝发牢骚了那这一章持续我们知道约伯的遭遇真的是很苦，但如果我们要问约伯究竟有没有过错呢？有吗？答案其实是有的。因为事发之后，他实在太过急躁的想找上帝理论，也就因此而说出了许多冒犯上帝的话。关于这部分读到最后的章节，我们就会知道上帝会亲自为我们来解说现在我们先来看看约伯他继续怎么说。那好不好？我们除了知道约伯的景象，我想我们昨天听蔡茂堂牧师的故事，他被指控发生车祸为了他辞去台大总医师而且他的老师林信南医师当时候是劝蔡茂堂牧师应该也不是说劝是说他主任的位置他要给蔡牧师做。他觉得蔡牧师是年轻有为，在医学上是可以有很好的发展，他愿意把这个位置让给他，请他留在台大因为我们知道台大医院的这个文化，如果主任这缺一直有人在是没办法。但其实蔡牧师不是为着这个缺，而是他为了回应神，然后去到恒春基督教医院，看到那里的需要就去募款，而募款的路上发生车祸，他载着的同工维娜姐妹牧师的女儿送到医院之后救治了半天过世。蔡牧师竟然因为这个车祸，而他又是医生的这个职分，被告恶性的这个过失杀人。这个从被判6个月，然后检察官又上诉，变7个月，7个月没有办法缓刑。我们回想到这里就好了我们虽然知道后来的结果如果我们是当事人，或甚至我们是蔡牧师的家人、小孩，蔡牧师的身边的所有知道蔡牧师的人，我们那个义愤填膺，应该说这样形容不为过了我们的心情会怎样呢？我想我们会跟约伯今天讲的话很像他一开始说，全能者为什么不定下审判的日期呢？为什么不使认识他的人见到正义来临呢？有人挪移地界，侵犯了更多土地，他们抢夺别人的羊群，自己去放牧。
恶人迫使孤儿为奴，拿穷人的儿女抵偿债务。我们昨天听到蔡牧师故事就知道，其实那个法官判他第一次第二次，那个法官其实意思是希望蔡牧师他们送礼，或者是但蔡牧师他们不知道也不会这样送，以至于就再给他判更重的刑。哇，如果我们是这样，我们是不是会跟神抗议说上帝你怎么暂时让他们平安没有忧虑，但他的眼睛注视着他们的所作所为。你会这样想神吗？邪恶的人被这个兴旺一时，但一会儿就会像草木凋残，像这个麦穗被割下。谁能否定这个事实吗？谁能证明我的话没有根据吗？我们对神的认识是什么呢？22节也说，上帝用他的权力消灭强暴的人，他一行动，邪恶人便死亡。我们知道昨天蔡茂堂牧师那个法官判他，法官其实后来比蔡茂堂牧师还早被抓进去关因为他恶行，他违法，他贿赂他被贿赂了然后被抓去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好不好来思考，来默想，在人生中我们非常感谢神用我们身边我们尊敬的人，我们身边的人事物，他们所发生的事，再来让我们更认识这位上帝。约伯他发出的这一连串的问题，对神的说话，我们的感受是什么？我们知道吗？在车祸中过世的这位维纳姐妹被主接去之后，这真的是生命中一个永不磨灭、刻骨铭心的痛。这个痛痛，台语爱也是痛，特别是对这个维纳姐妹的爸爸戴中德牧师跟师母，他们不但没有怪蔡牧师，还把他们当作儿子，当作女儿女婿。因为很多人要做他的干女儿，但戴牧师后来拿一包东西给蔡牧师跟牧师娘，说这个白金项链是他原来准备给他唯一独生女维娜结婚的时候要给他跟他女婿的，但现在要给蔡牧师跟牧师娘。所以蔡牧师他见证分享说，这个疼跟一疼这种爱，这个爱让人感动，因为耶稣基督替我们死，真的在这个当中，蔡牧师他真正去经历到那个被赦免、被接纳的爱，在他的生命旅程里更深刻认识到饶恕、接纳、被接纳、接纳罪人的恩典。感谢神，我们即便没有经历这一切，但我们却能从我们的肢体，今天我们从蔡牧师他的见证，跟戴牧师、牧师娘他们在苦难中，他们怎么见证这位神，他们成为见证人，他们成为见证，好不好？我们来连唱也来默想。今天音乐牧师连接的爱你是我一生的呼召，我们用这样心情说，生命每个部分你来掌权，生命心灵最深处你来浇灌，一次又一次我呼求主耶稣，甘愿将生命所有完全归给你。
我们也来默想，约伯花出了一连串问题，是否信靠神的人也会提出呢？在最后的那个结语却肯定了什么事实？我相信这些事实吗？那个肯定就是在他微弱当中，最后他肯定上帝用他的权力消灭强暴的人，他一行动，邪恶的人便死亡。上帝是暂时让他们平安，没有忧虑，暂时让恶者，但邪恶的人会被像草一样凋零割下。我们一起来祷告。公义、信实、慈爱、全能的主，谢谢你用你的话，你留下来约伯的话，还有在毛桃牧师、戴牧师、牧师娘他们编织的这个爱的网，再次让我们经历到主你十字架上的爱，你赦免我们，我们得以因信称义，我们也按照这样子的爱去饶恕，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脚步。恳求你帮助我们，真的是不容易，但主，我们相信你要帮助我们，特别我们在生气你时，求你赦免。当我们在生气你、生气身边的人时，主，我们就来祷告，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都来回应神的呼召，活在主的爱中，我们也活出爱。我们明天见。